細聲話你知啊，99% agent 都唔知將軍澳仲有4-5間呢啲 penthouse 空中別墅嚟賣，仲要背山有面海有地鐵有商場有海景，前面有個中央公園，見唔見到啊？今年開幕啦，同埋前面嗱你見到稅務大樓都搬咗過嚟啊，咁我哋落翻樓下望一望，呢邊望翻飯廳區，呢邊就係客廳區，發展商非常細心，有埋個長輩房俾你，呢度望翻同一個景觀，同一個座向，呢度係工人房嘅儲物室啊，跟住呢度係工人套房，有埋洗手間，仲要有埋一個露台啊！上到嚟睡眠區，呢度有3間房，同一個座向，同一個景觀，永久海景望翻出去，成個南塘海入。講翻交通，呢度除咗樓下有地鐵站，呢度揸車去中環 IFC 都係講緊20分鐘，因為點解？呢條橋一通出去就係藍田隧道，藍田隧道過翻去東隧好快，除咗去 IFC 之外，呢度去翻 ICC 都係講緊20零分鐘，因為到時候呢度中九龍幹線一通之後呢，全部行地底，20分鐘到就出到尖沙咀高鐵站。實用面積1400幾，連埋天台500幾，加埋2000幾尺，呢度賣幾錢？千零萬首期。如果想要更加詳盡資料，留言打 TKO 發啲資料俾你。